好咧，我今日咧出資就嚟大豬新鋪千藝美，就響火車站大酒店3樓，係啦，而家按緊腳。我要拍俾佢睇下。咁我契女2個仔女同埋個仔個女朋友就做緊姜療，我就同我契女個老公按緊腳，係啦，嗱嗰間有個 salon，一陣帶你哋參觀下。嗱，今日咧就嚟到呢個火車站大酒店，即係羅湖城斜對面嗰度咧，就嚟千藝美新鋪呢度啦，OK，慢慢參觀啊！呢度 totally 有5間呢啲咁嘅 VIP 房可以全身按摩啦，有得沖涼㗎啦，之後按完個全身又有得沖涼，有個沖涼 shower，每一間房都有 shower，呢個2個人，大啲房2個人，洗手間 ，OK， 快啲嚟啦，仲有啲 package 好特別㗎。有啲可以浸嗰啲 herbal soap 嘅全身，跟住全身 body massage， 連埋 hair wash 又得，我俾你睇 ，shower 可以浸，就浸呢啲啦。佢有嗰啲 herbal 嘅 therapy 去浸 ，OK。